吉达巴里是大加拉族丰收的意思，是金山的旧名。来到北海岸，哪有可能无食海产？上青的海产拄着上高料理的达人，会变成什么款的创意料理，互人客无法度放袂记。金山市场内底有遮尔侪好料，是倒一项会当传芳50年咧？别人当作是粗食，金山人甲当作是红宝石。旱之田变成大人甲囡仔的游乐园。北海岸唯一一条300年的老街，传统小点心竟然变形热销全台湾。咱四过行，发觉在地传统甲新时代所拍出来的火青，是这个世代上缤纷多彩的台湾味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